然如此，有人一直诅咒玉儿，怪不得玉儿一直受苦。谁这么黑心？谁这么黑心？去查这些天都有谁去过后院湖畔，查不出来我就去告诉官家，是你们一起谋害诅咒玉儿。婆婆，奴仔细跟负责湖畔水榭的内侍查了，这几日内凡是经过湖畔的内人都在这儿了。你们都互相仔细看看，看看能不能指认出那天是谁在大石头底下放了诅咒公主的娃娃。要是找不出来，那就是人人都有嫌疑。娘子会立刻去禀告官家，把你们通通都撵出去。婆婆，我当日只是路过，真的什么都没看见。婆婆，我们三人当时只是在湖畔闲聊了一阵儿，虽是偷懒，却万万不会诅咒公主啊。是啊，都不说是吗？好，如果指证不出祸首，那你们每个人都有嫌疑，统统都要撵出宫去。婆婆，还有一个人去过湖畔，却未在此间。是谁？其实，这几日去过湖畔的人，并没有都在这里。那日我去湖畔取些新竹，婆婆是知道的。蓝条喜欢用些竹坯做些小玩意儿。我取竹子的时候，看见一个人。快说呀！我看见一人往湖畔大石处奔去了。谁？娘子，你说的是谁？奴不敢。奴要是说了，就是犯上。更何况，奴曾经得罪过娘子。奴说的话，娘子未必会信。说了就是犯上。你说，你只要肯说出实话，那就是帮了我女儿。我不再计较你从前做的恶。说。奴看到的人是福康公主。徽柔。对了，这就对了。若说是普通下人，怎可能去谋害我女儿？徽柔，最记恨月儿的可不就是她？最怕月儿分走官家宠爱的，除了她还有谁呢？华姬，娘娘叫你去坤宁殿。是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梁怀吉。这是娘娘给我赐的名字。我当年年幼无知，曾犯忌讳，娘娘宽容仁厚，原谅了我。原来是你。几年不见，长得这般高了。官家嘱我选馆藏的真本孤本遗经，找人重新工整抄录。之前我拿你试抄的那部分让他过目，他亦夸赞过字体。若是他知道是他曾夸过的性格沉静、颇有悟性的梁怀吉所写，定然更加欢喜。他向我夸赞梁怀吉的时候，我竟全然没有想起当年事。张娘子，
娘娘在见人说事情。什么事比官家亲女儿的命更重要？绫罗钱物不适合赏你，我想这些也许你会喜欢。张娘子，这是坤宁殿，没有娘娘允许是不得擅闯的。娘娘，我们母女被人所害，你不惩治奸人也就算了，为何还不让我见官家？请张娘子进来。这营木二州，多年来就是中原之地，只是曾被国贼石敬瑭割让给了契丹，周世宗时便已收复，国朝接管。他们让大宋归还所占契丹之地，就已属无礼。更何况30多年前的澶渊之盟，他们为了岁币，已自己放弃了所地。现如今，突然向我朝索要关南地，这纯粹是趁火打劫。可不就是趁火打劫？陕西的战士方修，元昊虽然退了兵，但我朝也折损了任福等10几位宿将，元气大伤。此时他们屯兵白沟河，索要2州，且不说输赢如何，就这消息一旦传出去，民心也必然动荡。玉儿都病成这样了，皇后就不能让官家见见吗？昨日，太医院最善儿科的胡太医为玉儿诊治过后，我让他来过仔细问了。胡太医说，玉儿此次依旧是喘疾发作，用上药已经缓过了危险期，但是要根治，的确很难，需得耐心慢慢调养。张才人也不要太心焦了。不要太心焦。娘娘果然是没有当过母亲。当娘的，看着自己的孩子受苦，能不心焦？娘子，心焦是一定的，但既然已经当了娘，就不再是一点不开心就只会哭闹的小姑娘了。至少学会控制自己，学会保护孩子。比如现在，玉儿发着烧，你带她出来，若再着了凉，可就不好了。若单是生病，那自然就听太医的，静养便是。但是娘娘并非不知，玉儿的病是遭人诅咒所致。想要玉儿痊愈，那定要处罚害她的小人。才人多虑了。玉儿从娘胎里带来了喘疾的病根。这几日天气变化无常，她不慎受了风寒发作，服几剂药好好休息，自会缓解，与人无关。与人无关。这东西是2日前在后院石下发现的，当时便禀告了娘娘。娘娘自是不屑为这样的小事操心，并不肯查。现在明证在此，娘娘却说与人无关。此等巫蛊之事，宫内本就是严禁的，我亦已经派人去查，尚无结果。然而，此等邪说乃是无稽之谈，玉儿之病与此无关。但是我刚刚得知，就在2日前，
徽柔在后院湖畔对月念念有词，这又是在他去过的地方搜出。我适才亲自去问过徽柔，徽柔可是对去过后院之事供认不讳呢。割地自然是绝不可能的，但是如何应对，可效仿汉唐。效仿汉唐？和亲。此任辽主其实并非好战之人，之前已多次表示想与我朝更亲近些。如今辽皇子已接近婚龄，但尚未立正妃。我猜，等我们兼具桓帝之后，他们便该和亲了吧？玉儿被徽柔所害，娘娘却不肯下令彻查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好，我不求娘娘多费心，我只求娘娘让那挡在福宁殿前的人手中让开。我要见官家一面。官家身体不适，前朝又是烦，是官家自己下令，这几日不见任何妃嫔。徽柔那丫头，心地如此歹毒，娘娘就这么维护她，就不怕官家知道之后怪罪？此事我自会去查。物证在这里，人证是许内人，他亦愿意去作证。娘娘一向最讲规矩，若不立刻处置，徽柔那黑心的丫头，怕是难以服众。娘娘，臣有一事，怕与张娘子所说之事有关，须当此时禀奏。啊？怎么可能？去把徽柔给我叫过来。敢问张娘子，您所指的那位徽柔姑娘，可是大约5、6岁，有这么高？不错，那丫头刚过5岁，就是这样高矮。请问张娘子，许内人看见徽柔在后院祷告，可是在亥时1刻左右？是。前晚臣送所抄衣经入坤宁殿，离开时因不熟识内宫路，误入至内院，无意中看到一白衣显足的小女孩对月祷告。此前臣四处找路时，听见2更的打更声，随后就碰到了她，应是亥时1刻左右。那么你可听清，他祷告时说了什么？他说他的父亲病了，愿以身代父，受10倍痛苦，换父亲安康。你为何会去后院湖边？姐姐，你肚子里还怀着小弟弟、小妹妹呢，你不要为别的事担心。现在张娘子去向娘娘告状，说你诅咒楚月，我能不担心不着急吗？小月儿是我的亲妹妹，我很爱她，我怎会诅咒她？他可曾行污，诅咒他人？绝对没有。那日我是在南门处遇到她，见这样一小宫女赤足跑向湖边，脸上还挂着泪，臣怕是小宫女受了什么委屈，竟然想不开，尾随她到了湖畔，谁知却亲耳听到她对月为父祷告。后来因被人窥见，她即刻离开后院。她没有诅咒他人，她也并未带此物去。
一派胡言！什么小宫女为夫祷告，演的一出好戏。你是谁？为何要在这里编造谎话维护凶手？若你真是遇到个不认识的宫女在湖边，为何过了几日，你还能记得她说了什么话，做了什么事？臣那日起初是看她年幼稚弱，当时又天黑，有些担心，所以跟去。即听她为父亲祷告，字字带泪，声声赤诚，对那个小姑娘深深感佩，所以铭记于心。好，就算你当真遇到这么个人，宫内妃嫔，还有年长的女官，她们都有收养养女，这样的女孩不在少数。娘娘就这么肯定，她说的一定是徽柔。臣确实不能完全确定，那日所见的女孩，一定是张娘子所说的徽柔。但是臣对那个为父亲祷告的姑娘记忆极深，为防有差，可否给臣片刻功夫，一纸一笔，臣可将那日所见的情形、小姑娘的模样勾画下来。你说你没有诅咒妹妹，那你为何那么晚去那边做什么？你说呀！你若非心虚，你为何不肯说出来？说呀！你说呀！姐姐别生气，徽柔没有干坏事。徽柔若是撒谎，就让爹爹娘娘姐姐永远不爱徽柔。张娘子那么骄横，你若不肯说出来，找到证据，她不会放过你的。我得去找娘娘，我得跟她说清楚，不能让娘娘误会你。这不就是公主吗？你受什么人指使？罔顾天威，敢做假证？我倒不知，这宫里的阉奴竟这么出息了，随随便便就能画出个这样的画来。若说不是有人专门调教的，谁会相信？说。指使你的人是谁？徽柔、苗昭仪，还是另有他人？臣不敢妄言，句句属实。现在呢，还是句句属实？你当真以为有人庇护便可以无法无天？就不怕我禀告给官家治你的欺君之罪？够了，跟内臣动手，有失身份。他是前省内臣梁怀吉，在翰林书院当差，连徽柔是福康公主的闺名他都不知道。
能受何人之视？公主，臣不知是公主，臣未曾避讳公主名讳，请娘娘降罪。好一场唱作俱佳的戏啊！不知者不为过。请福康公主到店里来，不必惊动苗娘子。若她问起，就说我要拷问徽柔前几日的功课。是。这宗室女之中，却是简王之女最为合适。我这便去起草奏书。官家昨日午后醒来1个时辰，便又昏睡过去。这今日4时尚且未醒。太医虽说已过了最凶险时刻，但是……那夏总、韩琦和范仲淹的请罪札子，先压一压吧，尤其是范仲淹的。檄文虽被弹劾与敌国通信，即大战之际作丧气之词，可是，在延州的军政民政却无可挑剔。至延州，不过1年便凿井10数口，解了百姓旱季缺水之困，还办州学，这官声极好啊！我看此次官家是伤痛大于愤怒，这些人贬一贬是一定的，再用却更是一定的。苗娘子到。你身子这么重，来做什么？娘娘，我让绣娘叫徽柔过来。哎，你先起来。娘娘，我都听说了，徽柔年纪那么小，哪里会懂这些巫蛊之术？何况她一向极爱幼妹，根本不可能做出此事。望娘娘彻查，还徽柔清白。你既然相信徽柔，又担心什么？难道不信我会秉公处理？坐。是臣妾糊涂，听人说张才人误会徽柔，一时心急便赶了过来。哼，误会？这真的是误会吗？更何况，这世上还有谁比他更怕玉儿分走了官家宠爱？他小，我亦觉得他自己一个人做不出这所有事。若不是有人指示，也是有人帮忙。方才我已经差人叫徽柔过来，大约与苗娘子刚好错过。既然来了，便多待一会儿。是非对错，也当着所有人分辨个明白。徽柔、月儿都是官家的心头肉，亦都叫我娘娘。我不会让任何一个受半点冤屈。你觉得徽柔会不会因为官家宠爱幼妹而嫉妒呢？徽柔性子开朗活泼，而且还上自年幼，身边又都是娘娘、苗娘子这样的端庄之人，露丝几个也都是正派，她哪里会做什么巫蛊之事啊？我又没有说她要做这件事情，我是想，徽柔会不会确实有些嫉妒玉儿？毕竟月儿的姐姐是张才人，张才人夺了苗昭仪的宠，苗昭仪一定也是恨张才人的。
那么徽柔嫉妒玉儿，也可理解。姚娘子温柔敦厚，不会去恨别人的。徽柔见过张才人。是。我原受不起公主这一礼，今日只求福康公主道出后院实情，解我玉儿之咒。若能让我玉儿痊愈，别说不给我行礼，就让我给她行礼都无不可的。徽柔，前日夜里，你去过后院吗？去过。去做什么啦？爹爹好些了吗？爹爹好多了，今日已不必扎针。那就好了。你去后院对月祷告，为爹爹祈福，这份孝心，天上的众神必然被感动到了。娘娘怎么知道？唉，天可怜见，那日公主偷偷去后院，替官家祷告，正让她撞见。否则，公主一片感天动地的孝心，倒是害她被误会、侮辱。好孩子，我该怎么谢你才是呀？若不是你，公主这小小年纪便要背上一个说不清洗不掉的黑锅，清白名声被玷污了，叫我这做娘的该如何是好？你是我们母女俩的恩人啊！臣只是将亲眼所见实言禀告。况且，公主血统高贵，冰清玉洁，敦厚纯孝，有官家和皇后爱惜，天神庇护，有没有臣，都会福寿安康、幸福顺遂的。好，我问你，这东西为何会正好出现在你去后院之后？你若不是心虚，为什么一声不吭？徽柔，若你与此事无关，就和张才人解释一下吧。我不会做。不会做什么？徽柔，你说话呀！现在张才人误会你，你恰巧又去了湖畔，那个娃娃一在湖畔边发现，你如果没有做，你要解释清楚啊！徽柔，你怎么了？你去湖畔边给爹爹祷告，如果不是碰到怀吉，谁能证明你的清白？现在让你解释一句，你倒是不肯了。苗娘子，徽柔还这么小，今日又受委屈，又被质问，肯定是惊着了，哪能一时想出来、想明白？慢慢来。别怕，你有福气。刚刚公主出生了，整个宫里大赦。娘娘，张娘子的问题，刚才公主已经回答了。官家，您觉得怎么样？
哪不舒服？慧柔呢？我听见慧柔在叫我。 昔日赵飞燕状告班婕妤驻祖，汉成帝拷问婕妤，婕妤回答说：“妾闻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，修善尚不蒙福，为邪欲以何望？若鬼神有之，不受邪佞之诉；若其无之，诉之何益？故不为也。”这孩子说的没错，辉柔这么小，还没读这么多书，也不会引经据典，一时也讲不清楚，亦不愿对着这许多人剖白心中的这些情感所愿。不过他说的“我不会做”，与班婕妤“故不为也”之意是一样的。你是把我比作那个祸国的赵飞燕？不，娘娘，官家醒了，是要见福康公主。走，去见爹爹。爹爹方才在梦里模模糊糊的，突然依稀看见慧柔一脸伤心的叫爹爹。爹爹身子无力，走也走不动，看也看不清楚，但是却知道慧柔在伤心难过。爹爹被用尽了所有的力气，喊着你的名字过去。这才醒过来。方才郑太医来看过了，说官家已经无大碍，开了方子。不过我记得郑太医说过，此次官家是3症相叠，方太医之前一直给官家调理心气，还是让他过来再看一看。是。慧柔是爹爹最主要的宝贝。你宁可被姐姐骂，也不愿告诉姐姐是去为爹爹祈福，让爹爹猜一猜，定是爹爹当时病得太重，娘娘怕姐姐担心动了胎气，于是瞒着姐姐。可是慧柔却知道了，慧柔担心爹爹的病，所以去月下为爹爹祈福，但是又不敢让姐姐知道爹爹病得太重，是不是呢？慧柔，姐姐错怪你了，不哭啊。这孩子的性格怎么就随了你呢？好了，不委屈了啊。先生，先生此次让我前来是考教功课，还是有仗要打？坐。请你吃粥。吃粥？
这碗粥用的米是本地种出的第一茬战成稻米，这比本地原先种的稻收成多了30%。农户们为了谢我们1年前带来的新稻种，将这个战成稻啊给我们治所送来了1车。香。不日我便要去耀州了。改制耀州，先生这是贬黜了？为什么？先生在延州功劳卓著，收复周边堡寨，击退敌人侵扰，安民心，建农田，办教育，这儿谁人不服先生？他拿什么理由来贬黜？你坐下。不过是换个地方做官，又有什么差别呢？那总得有个理由吧？要说打了败仗，那跟先生无关啊。先生立足主动出击，事实证明先生说的全对。我的过错，若不是金上这样的人君往大了说，判我个怯懦畏敌，甚至扣个通敌都有可能。我始终主和，又由元昊往来书信，我的一首唱词《渔家傲》，其中一句《征夫泪》，亦被多人弹劾，说我厌战。大战之前，主帅作此丧气之词，大夺军威。先生这是大慈悲。慈悲还是厌战，也很难说得清了。我范仲淹不敢说不在乎自己的名声，却也不敢求天下人人知己。我上任之前，理想确实是打一场大胜仗，歼敌破城，扬我大宋军威，以战功安西境。可来此之后，日日见到此处的士兵百姓，无论是这边的，还是对面的，我的心境渐渐变了。更想给他们一份安宁。给元昊的那封信里，我称番兵、汉兵各为其主，都是忠烈之人，不想看到忠烈之人互相厮杀，血流成河。实乃肺腑之言。若说这是畏战，甚而影响了属下的志气，也或许吧。因此被贬，我无可申辩。范经略，一个叫张在的书生求见。告诉他，我这便过去。是。狄将军，先生这是护国土、保边民的重任，便有劳将军了。止戈为武，只是从举戈到止戈，是否一定需要血流成河、白骨成堆？便就只有等将军的答案了。报国非止投笔从容一图，
人尽其才。此后啊，你父亲为你取名张载，字子厚，我想是寄望于你能够厚德载物，德行广大。而看你的文字，亦有温厚绵长、宏博广大的气魄。儒者自有名教，何事于兵啊？赠君一本《中庸》，但愿日后国朝能得以将经学钻研透彻，发扬光大的大儒。是。报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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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官家报喜！给官家报喜！是皇子，齐军在这！皇子，这是天降大喜啊！道喜，我这就去给官家道喜。大喜大喜！我可怜的孩子，娘子，娘子，别这样，娘子，娘子，我可怜的孩子，娘子，娘子，娘子，我可怜的孩子。此子资质端硕，官家极喜，赐了乳名醉星来，亲自吩咐内侍省御厨房赶制1000羊肉馅面元宝，1间糖水蛋，赐与朝臣同喜。官家喜得皇子如今满月，此时契丹那边亦表示，如能与公主和亲，便不再纠缠索要2州之地。元昊围攻临抚2州，被大将张杰击败，可谓3喜临门呐。是啊，供皇子起名的字选好了，不知其中有无能让诸位宰执和官家满意的。怀吉，这几个字确实选的不错。不错。将这送到中书，若能从中选中皇子的名字，我就请你们去清风楼吃酒。劳烦皇后亲试唐阳。幸何如之？臣妾伺候过汤药之后，再伺候官家歇息。官家身子还没有全好，这几日便不肯休息。太医亲自嘱咐过燕相公，官家10日之内不得临朝处理政事，宰执们见不到了，官家便一早去了尔英阁，只听了2个时辰才肯回来。唉，就知道皇后不可能亲自侍候，亲自看管倒是有的。官家是在责备臣妾没有好好侍奉夫君。那好，臣妾以后就把那些内侍宫女都遣开了，亲手给官家梳头更衣，送官家上朝听政，给官家做羹汤。好。若是平常百姓人家，当是日日如此吧。
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我这肚子疼得要死，我昨日吃坏了肚子，已经疼了一整日了。我扶你去看看。我昨日去看过了。这位哥哥，可否帮我一个忙？你说。管家今日在尔音阁接见新任的国子监支将司马光，听他讲读后，龙颜大悦，赐他了一个琉璃盏，命我去送给司马支将。司马支将还在尔音阁等候。这位哥哥，可否替我把这琉璃盏送过去？说是让司马支将等久了，我怕反而误了官家的盛情好意，官家怪罪。给最新来的。我这个做娘娘的，除了例行赏赐，总得尽几分心意。你同和儿要好。官家，我是在想，照常理呢，和儿入宫最早，又为我诞育了长女，如今又得皇儿，晋封妃位理所当然。昨日苗昭仪郑重求我，务必劝官家，不要再行给他晋封，亦不要此时再给最新来加封。什么？苗娘子说，如今儿女双全这样的福气于心愿足矣，而恰恰安寿公主楚月不幸薨逝，内外同悲。若此时晋封苗娘子加封最新来，都令她不安。育儿夭折，问育儿夭折，我亦是心里难过不已，何况张娘子呢？我这样想，苗娘子本性纯善，又是为母之人，必是最知张娘子之痛。她主动提出此事，必不只是忍让，而是为自己尽心，亦是替徽柔与醉心来为同胞姐妹之哀。好在前几日得知张娘子又有了身孕，也算是让她有个寄托，不会太走极端。所以我想，若此时不晋封苗娘子与醉心来，待10月之后，张娘子生了皇子或者是公主，两位娘子2个皇儿一起晋封，岂非美事？司马之将，我一直稳稳地捧着锦盒，从未跌落过。
我竟不知你会刺绣。我从小学女工的，只是确实是让绣娘给我打了个底子。只是让绣娘打了底子。然后灵儿帮我绣了娃娃、荷花、莲蓬。我尚未绣几针呢。和儿手巧，我并非想偷懒，只是送出去的肚兜若当真全是我绣，怕是拿不出手。唉，等最近来大写，你能给他的实在不知有多少。不知最近来，若碧寒有了皇子，亦要烦你一起教养。有你为母，是我儿女之大幸。司马之将，好小子，损坏御赐之物，你可知你犯了什么罪过？司马之将，宫中旧例，内侍损坏官家御赐大臣之物，听任大臣驱除。这小子是打是逐，司马之将只管吩咐。放了他吧。什么？放了他。就这样放了他？损坏御赐之物，判个死罪也不为过。玩赏之物岂能贵过人命？这位中国年纪尚小，无意中跌碎琉璃盏，不为大过。那如何给官家交代？关家州问起，请以2句话大之：玉珏浮灰，典礼虽文于往迹，彩云易散，过差宜属于私人。臣想，损坏御赐之物，可恶之极，是重罪。按照惯例，你说送琉璃盏的是梁怀吉？是这个名字。怀吉做事极为严谨，绝不会马马虎虎打碎御赐之物。况且他在御书院供职，做的是抄写差事。朕当时命人去开凭票取琉璃盏，怎么会派到他的头上？说来确实蹊跷。当时臣正在尔英阁附近巡视，尔英阁当值的小黄门跑来禀告，说是给司马之将送琉璃盏的内侍竟然打碎了琉璃盏，所以臣这就去彻查。不必了。哎呀，好在是司马光，哎，这可是个出了名的大好人。小时候就知道砸缸救人。等等，哎，你刚才说司马之将刚打开盒子没多久，任督知就带人进来了？大概不到半盏茶功夫。哪有那么巧的事啊？偏偏你替个没见过的小黄门啊送御赐琉璃盏，打开就是个碎的。刚打开没多久，全内侍省
最严苛、最不留情面的人手中便带人进来，分明是有人给你下套。哎呀，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称得上得罪的，也只有张才人吧。到底什么事啊？玉儿走了，你伤心，我也很伤心。然而这世间就是有着许多不如意，让人憾，让人悲，甚至是让人恨的事。神仙也没有办法，护不住最亲爱的人。我知道你有多难过，多难接受。管家，玉儿她……玉儿是先天不足，你我尽了力，留不住她。我不愿你迁怒于人，更不许你伤害无辜。将降狼阁所有人叫过来，我有事要讲。是。快睡啦，晚上睡不足，明日去宫学听课，睡着，再被先生蒙蒙登登叫起来，把采采扶椅背成采采木椅，又解成古时候的人也踩着木椅子去偷糖没吃。姐姐，你这事儿都说了100回了。哦，那我说另外一件。姐姐，快闭眼。姐姐，班婕妤的是在什么书中？我想学那个。你这个踩着木椅子去偷糖没吃的，怕是到嫁人那天都学不到了。哎呀，姐姐。好吧，姐姐其实也不清楚。明儿你去问娘娘吧。慧柔，以后不要再对任何人提起此事，好吗？张娘子冤枉你，那是她的不对。但是玉儿生病之后过世，最难受的就是她。我们不去记恨她了，好不好？那件事儿就当没有发生过。他不喜欢你，你也不喜欢他，那就尽量避开。以后见了面，还是要有见长辈的礼节，知道吗？姐姐，玉儿真的是被别人诅咒才生病的吗？谁那么坏呀？她……姐姐说过了，以后不准再提起此事。朕要说的便是这些。今后你们仔细伺候张娘子，该做的事没做好，只要不是有心，可以原谅。不该说的话说了，影响娘子的心情，生出不该有的疑惑，那便是死罪。我原本想将我最喜欢的一个小黄门梁怀吉拨到你这里来，可惜缘分不合。我原想，他既然能静下心来在翰林书院做事，便一辈子在那里看书抄书也是好的。谁知今日竟遭意外陷害，朕担心此类事情今后还会发生。便将他调到福宁殿，从此贴身跟着朕。夜了，你们好好伺候娘子就寝。若是再生出不该生的事，朕也并非不能让皇承思
细查内功。起来吧。哎，回局，回局！什么事？那边，往那边，119部。干什么？我昨夜想来想去啊，你得罪那么了不得的人，这番大恶如果不尽快化解，恐怕要大难临头。从前啊，我学过一个化血光灾的法子。梁怀吉，去收拾好你的随身物品，跟我走。官家，臣把梁怀吉带来了。好，让他进来吧。臣梁怀吉拜见官家。昨日的事，任督知已经向朕禀报了。打破御赐之物，你有什么想解释、想分辨的吗？臣知罪，请官家责罚。好，随我来。爹爹，你们已学《礼记》2月有余，今日官家特意前来，协议昨日不慎犯错的小黄门，听他讲述所犯之错，由你们或以理，或以情，给个判断，看看你们究竟学懂了几分。行了，别生气了。昨儿官家来的时候，叫了全阁的下人，说话的时候眼睛一直弯着我。他定是觉得此事若非我瞒着娘子做的，就是我诱使娘子做的，他定是没把罪过放在娘子身上啊。是我把婆婆阻拦，瞒着婆婆让别人去做的，与婆婆何干？我以身作则，以身当。今儿我就去向官家言明。又赌气了是不是啊？我不是不让你替玉儿报仇，我要你替玉儿报仇，但是咱们得痛快、干干净净、彻彻底底。此时琉璃盏为何损坏，何时损坏，已无法得知。然而臣以为，无论损坏琉璃盏的人究竟是否是怀吉，他都犯了不敬的大错。怀吉在接受锦盒之时不做检验，这是对御赐之物不够谨慎，贸贸然地将此盒作为官家所赐，交到了朝廷大臣的手中，这又是对官家的意图不够敬畏。礼主敬，不敬便是背礼，乃大过，当重罚，以儆效尤。可是他是好心的呀。小花门发病耽误了弟弟的差事，就会受到上司的责罚。怀吉自己是个小黄门，不忍心其他小黄门受罚。怀吉是个好人，他不愿意任何人受委屈。关于此事，司马直讲有2句话，怀吉付之言末。总之呀，他心里爱着我，可是却不得不娶其他女人。我哭过，闹过，甚至自杀过。
婆婆，你是极爱下经略啊？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极爱，只知道我恨他夫人。那当然。婆婆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我定会。雨涵，婆婆不会再拿自己的事情去麻烦你，我只会帮你。现在，婆婆全心将你的身体护好，等咱把身子养好了，生一个白白胖胖的皇子，其他的事儿慢慢来，不急，一切都要慢慢来。玉珏浮徽，典礼虽闻于往记。玉珏浮徽，语出《礼记·曲礼上》。徽字指晃动，如此随意的举止，亦使玉珏破碎。那为何在这盛大的宴会之上，要使用这名贵又易碎的玉珏呢？自然要用名贵的酒器，才彰显风范。儿臣以为，在典礼上用名贵而又易碎的玉珏，是为了让人举止小心。用这种贵重的礼器，才能让人仪表庄重，才能达到一个“敬”字。作为臣下，对君父要怀有敬畏之心，自然就会对御赐之物、圣谕之事战战兢兢。小黄门怀吉行动大矣，归根结底就是敬意不够。在整个皇城之内，失敬失礼，难道不是最严重的罪过吗？宗室的礼记学得不错，理解得颇为透彻。我看着这个礼记很不好。宗室哥哥原本是一个温柔敦厚的人，学了他啰里吧嗦的说了这么一大堆，便是要跟一个好心办人的小黄门过不去，将人家的自私冷漠的书不读也罢。富康公主，你是因官家在此不顾礼仪，恃宠而骄吗？徽柔是因越受责罚，罚跪也可以，打手心也可以，但是惩罚怀吉不公平，就是不公平，一点儿也不公平。徽柔不服，10000个不服。这是司马光对朕说的第2句话。彩云易散，过差一术于斯人。美好的事物如彩云，总是容易消逝的。如因美好事物消逝而怨怒，并无益处。错计已成，不如宽恕了这个犯错之人。能恕人之过，乃为人。司马执讲说得好，说得好，不愧是从小砸缸救人的司马光。司马执讲真是个好官。爹爹，司马执讲不会再说第3句话了吧？方才徽柔莽撞失礼，请爹爹和老师责罚。你的责罚少不了，先记下。李主敬没有错，然而孔子说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”大家可知是何意啊？人若是没有仁爱之心，那么对人的宽厚善良那么
那么所谓的礼，也就只是仪式；所谓的敬，只是因为惧怕。为了礼和敬而失人，那便是舍内而求外，舍本而求末了。怀吉是有失礼之处，要罚，便罚俸3月，除去翰林书院刚刚给他升的内侍黄门一职，降回小黄门。而这不敬的大错，便从此调他入福宁殿，出入随朕，好好修炼这个镜子吧。谢官家特意拨冗前来，臣已受益匪浅。你们年纪虽小，今后也要封官封爵，主理一司事务。今日官家特意教你们为上者如何用人和奖惩之度。罚过错，以正规矩固然必要，但所有的规矩都离不开一个字，那便是仁。宗室如何了？涛涛磨着我去小厨房做了点心和包子。刚刚去看宗实，我在门口站了会儿，果然没一会儿，俩人就说笑起来了。还是娘娘英明，否则贸贸然去叫太医来看，又没什么事，万一叫别人嚼了舌根子，让官家听见，确实不好。这孩子面子薄，心思重，一贯刻苦努力，最在意官家的态度。今日在宫学，他努力当众表现，却会错了官家的意思，定然心中难受极了。此时说也没用，劝也没用，只能是最亲的人在旁，挨过心中的惶然不安、尴尬失措。可是，娘娘不叫御医，也不去探问，旁的人倒会觉得娘娘不关心宗室，不在意他。尤其现在，苗娘子生了皇子。旁人觉得如何也不重要了。当年官家出生之前，宗实之父亦曾被绿车毛杰接入宫。官家出生以后，才又用萧韶步月送还邸。我猜再过些日子，官家便会提出效法先帝之例，送宗实出宫了。娘娘可以求官家别送宗实出宫吧。娘娘膝下上空，宗实今后封个闲散爵位，总是娘娘依靠。若官家不提出此事，我也会劝说官家送宗实出宫。自从有了醉卿来，这孩子心便多了忐忑不安。若非如此，今日也不会为求官家赞许，当众努力表现。而这番小孩子因不安而生的好强，看在官家眼中，便是不厚道的咄咄逼人，定然心中不喜。强留宗实，只会让他们更生嫌隙，这又是何必呢？是，放是。这拜子，这拜。你看我画的燕好不好看？好看。你做什么都好，可是我却不如别人。在我心里你最好，在你心里我最好，如此便是了。可是，我不想你做官家。为什么？我不像娘娘那般大度宽容，
也不想像苗娘子那样温柔忍让，却不想如张娘子似的张牙舞爪的讨人厌。今日晨光甚好，朕想活动活动筋骨，便不成不念了。怀吉，我们走过去。可知朕今日要见的朝臣是哪一位？要议何事？官家要见的是知制告复辟学士，傅学士请奏的是契丹要求和亲之事。第一次跟随朕在崇政殿，很紧张。不必每说一句话便行一次礼。你可知燕云16州归辽的旧事？后唐清泰3年，河东节度使石敬瑭造反，自称儿国，并割燕云16州，求契丹发兵援助。在契丹援助下，灭后唐，建后晋，自此16州之地归于契丹。周世宗时收复16州中营漠2州，国朝接管至今。国人心中16州自古便是中华之地，而契丹人则以石敬瑭献帝时的疆界，欲令我朝归还2州。战战停停数年，终于在景德元年订立澶渊之盟。先帝许以岁币，契丹放弃所地，结兄弟之国。两国沿边之地开设榷场，两国百姓无不欢心。边界契丹人学汉人制度，习汉人工巧，与汉人相互混杂，结为夫妻，生儿育女。如今，他们已经不复100年前的彪悍好战，也想过平安宁静的日子了。那又为何？华夏千年，手工之金自非北国可比。我朝每年虽要给契丹岁币30万，而收入却远超此数。辽主常常亲笔写下，大宋又从大辽挣取了多少银两，在结尾处还要加上甚不平也。他们那边人都是拿手和面就这么抓着吃啊？我弟弟接待过吐蕃的使节，确实是这样。听说不只是使节，连王后、公主也是这样。哎，慧柔，你就别上手了。人家的公主都可以抓，我怎不行？别人家的公主和王后比我们痛快多了，听说出去还能骑马呢。那慧柔要是这么喜欢那边，等你长大之后，让你爹爹给你嫁到那边去啊？那不要。若是几年不见爹爹、娘娘、姐姐的话，骑马就是骑象，也没什么好玩的，还是规规矩矩的好了。可是徽柔说的呀，要规规矩矩的。尝尝。他们提出要迎娶陛下的亲生女儿，而且使者直接提到了福康公主，说早闻福康公主灵秀美丽、温柔善良，他们的臣民甚是仰慕。臣回忆福康公主尚且年幼，还未到婚嫁年纪，他们便说契丹梁王也不到10岁，他俩的年纪十分般配。他们使者说，既是和亲，自然要方方面面都般配。梁王，契丹皇帝的长子，福康公主是官家的长女，公主和王子现在年纪均小，现在定下婚事，10年之后再办婚事，再合适不过。若是定要以简王之女替代，莫非是嫌契丹国小民弱，配不上大宋的公主？
臣以为他们说的确有道理，但是朕舍不得慧柔。这丫头这么喜欢吃甜食，哪像个公主的样子？娘娘，你看今天姐姐好不好看？好看，好看啊！你这发饰极衬你，简洁精致，不像那些象牙关、白角书堆起来的繁复累赘。可是若没有这眉间这朵面花呢，又过于素淡了。刚才脑子一直没从这一堆账目中转出来，差点白费了妹妹的心思。这香味儿也好。荷儿，你今天的妆容不同以往啊。今天给娘娘看妆是次要，荷儿专门来给娘娘推荐给荷儿做妆容的人。上福局内人董秋荷见过娘娘，看着有点面生。你多大了？才入上福局吧？是，小人今年14，半年前入宫，受训之后入上福局，现为典侍。你尚年少，又才入上福局，上司便能放心的让你独立给苗娘子梳头，倒也少见。小人有幸得娘子垂爱，私事抬举。起初我心里也有些不高兴，觉着司事怎得派这么年轻的新人来？可试了几次之后，我便离不开他了，便遣人去向上福局要了来。可在我那儿给我梳头，我觉得缺了这样的人才，便带来给娘娘瞧瞧。我听着也很好奇。秋荷，今天你也为我梳头选官，做个妆容吧。